13年之後嘅今日，我哋依然係我哋，Big 4依然係Big 4。你哋要嘅嘢，今晚我哋依然係會俾你哋嘅。佢咁講就好啦。因為咧喺13年前咧，我記得張衛健咧喺同一個台度咧就表演蜈蚣彈俾大家睇嘅。大家記唔記得？係喎。13年之後嘅今日，唔知佢彈唔彈得？你話佢得唔得咧？知你哋有冇嚟啦？我就好記憶猶新嘅呢一幕。不如大家俾啲掌聲睇下蜈蚣彈張衛健表演俾大家睇好唔好啊？俾掌聲，佢一定會做多次俾大家睇。13年之後，我諗要大家一齊俾啲力量佢嘅。張衛健，蜈蚣彈，張衛健，蜈蚣彈，張衛健，張衛健，蜈蚣彈。各位街坊父老，既然大家咁俾面，你話彈我做乜就彈啦！好，嚟，各位張衛健，蜈蚣彈。你冇嘢係嘛？喂，呢個最多都係嗰啲夾拐反套咁嘅啫喎。喂，馬來西亞都好似有啲消費者委員會嗰啲咁樣喎，真係張飛去告佢聽日，告佢收唔收貨？大家收唔收貨先？唔收貨喎，不如嗱咁你點先？而家唔收貨。嗱，得車好嘢，需回手啊！唔好俾我掹嘢啊！啊？